本一开始先来关心昨暗7点外，一台空桥国际学校校车伫台北文山崩坑，那像是因为落雨储气煞冰车。车顶有一个司机，25个学生，拢总20个人受伤，加在拢无性命危险。事故原因要该调查。不过公路局发现讲，这台游览车最近6年有8届的违规记录。这台游览车敢若是路过连下失去控制，伫崩坑内驶一段燃料，弄到崩坑壁一个清楚火势，尾啊并道挡伫咧路中。发生意外的车是空桥国际学校寿光校区的课后社团交通车，校区伫新北市新店，车顶有25位学生就位驾驶。发生意外了，学生家己开车顶的导线门走出来，大家拢惊到伫咧路边等人救。这件车祸发生伫咧11暗7点外，迄当阵落大雨，再加上代志发生伫咧文山崩坑往信义区方向，所以塞车塞到真严重。新北市教育处上新的统计，有20个人送病院，好加赛拢无大害，拢已经出院。赶快看一下学生，安抚他们情绪哦。那他们当然受到了惊吓，医生就说明是目前都是轻伤。那当然都有即刻了，有些照 X 光，有的上药，家长们也陪伴在旁。公路局调查发现，出代志这台车伫最近6年有8遍违规的记录，驾驶最近6年也有2件违规的记录。乡北市长拢有去看学生，讲会彻底调查，到底是不是车速快，或是车辆的保养问题，以及相关的因素，我们会跟台北市共同组专案来做一个详细的调查。学校表示，上严重的情形一定是解约，甚至会对校车公司有罚则。因那事故现场即马已经恢复通车，事故责任的部分也该等待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